来看这条喊呱呱的新闻，这台铁3138车次区间车早起对家己大拿出发了后，就去弄着物件，结共影响14班列车慢分183分钟，影响的旅客有1890人。落尾调查去弄着的竟然是台铁公务单位绕沟去的物件，甲伊留伫咧铁轨路顶头。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因为施工造成意外咯，就上惊的就是这道路旧败马事故搁再发生，专家就呼吁交通部要介入调查追究责任。不明铁件卡伫铁轨路甲车链中央，初六早起9点44分，台铁3138次区间车则拄啊为家己大拿站起步，都因为弄到这停开，影响拢总14列车，延误183分，旅客1890人，一直到11点半才会当双向行车。据司机员回报是撞到不明物，那我们一切就等待运安会调查。车上人员包含司机跟列车长都平安。那旅客的话是请他们转乘。这个铁啊比排水高挂有较大，事后调查发现是台铁公务单位施工了后无落实完工检查楼的专案，已经交由运安会查处。不过这毋是最近头一件施工的疏失。5月初9有区间车伫嘉义南靖弄到铁道桥包厢楼的工作平台车，依然有包厢怪手高长电车线主吊线，显示相关单位的监管螺丝灵去。如果这些小的风险都不加以重视，它将来一定会变成一连串的大的风险。交通部可能要用更上层的单位来看看我们的监督管理，不管是 SOP 有了问题，还是在执行监督上面有了问题，去严加检讨。专家是讲，施工现场的清理也是维护这标准流程，关系到台铁的行车安全。台铁局甲铁道局爱严加检讨，是安怎标准流程无法度严格执行，同时嘛应该爱有处罚机制，袂当宽容，才会当避免亲像太鲁阁号意外的悲剧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